屬羊嘅朋友，2026年係歲合之年啊，即係話好夾咁解啦。嗱，歲合亦都係貴人嚟嘅喎，即係好多人睇你又順眼，又肯幫你咁解啦。成個格局咧都會運轉得好好啊，整體咧都會有少少棘，但係下半年咧就會先難後易啦。嗱，事業方面啦，因為代表住才華嘅一個星宿咧喺度欣賞緊你，照耀緊你啊，亦都容易咧被男性嘅貴人賞識啦。嗱，加上咧由於流年當中咧好動態嘅常規嘅氣流喺度喐動緊，推進緊你所有嘅事業機會向外發展㗎。屬羊嘅朋友喺馬年咧，仲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啊，記住啊，要守口如瓶啊。有時因為唔覺意講錯嘢咧，無端端會俾人哋誤會㗎喎。而財運方面啦，由於咧有歲合嘅呢粒吉星咧照住你啊，嗱，呢粒星星咧閃下閃下會令你更加有靈動力㗎。同人哋傾合作啊，或者係傾談一啲比較重要嘅事項咧，都會有幫助。嗱，簽約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睇下條款㗎喎，千祈唔好大意。首先係要先小人後君子，咁就會順利好多啦。嗱，而且咧要注意翻啦，今年咧有啲人會妒忌你㗎喎，會喺背後咧傳一啲唔好嘅傳言去誹謗你。記住做好自己本分，唔需要解釋太多，用事實去證明你嘅實力。而感情方面啦，由於今年咧，哇，人緣性係好靚㗎喎，人緣好，身邊自然咧就喜歡你嘅人多啦。單身嘅朋友不妨咧就可以經過長輩啦、同事嘅介紹，慢慢去認識一啲身邊比較圈子裏邊熟悉嘅人馬。已經有伴侶屬羊嘅朋友就要留意啦，容易因為一啲小事啊會導致冷戰啦。嗱，記住喎，夫妻床頭打交床尾和。健康方面咧就整體都幾平穩㗎，但係要提防一下就係話，千祈唔好因為啲瑣瑣碎碎嘅事煩擾到自己，影響睡眠啦。記住啊，瞓得好食得好先會身體健康㗎，要學識多啲做運動啦，令身體會更加有充足嘅能量。記住養生對你嚟講好緊要㗎。嗱，屬羊嘅朋友，2026年風生水起啊，馬住晒啲好運啊！